今日係11月5號星期三，幫講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睇睇一個婦人喺巴士上面高聲講電話，俾其他乘客勸佢細聲啲之後呢，就惱羞成怒，瘋狂爆粗，最後呢，巴士被逼停車，由車長出面調停。近排啦，一段喺龍運巴士上邊嘅爭執影片喺網絡上面瘋傳，惹嚟唔少討論。據悉一名婦人呢上車之後呢，就喺巴士上層講電話時間開啟人肉大聲公模式，向全車乘客廣播佢嘅生活見聞。期間啦，有乘客要求佢降低音量，婦人呢即時被辣興，夾雜粗口反駁：真係好 X 煩啊！打電話唔俾人打啊！呢一句火爆嘅回應呢，隨即點燃咗好多個乘客嘅情緒，場面混亂，爭吵越嚟越犀利，甚至出現人身攻擊式嘅辱罵。唔知係咪啲聲太大啦，定係有乘客投訴啦？車長呢最後呢就將巴士停埋喺公路嘅一邊，去到上層處理呢件事。可能呢對呢類爭執呢早就見怪不怪啦。車長一到上層就開口警告：我一報警，全部冇得返去旅行，去港珠澳，全部冇。有乘客就向婦人解釋，大聲講電話會影響車長駕駛安全。而車長呢返到去駕駛座位之前呢，亦都重申：一人少句聲，唔好嘈啦，唔好騷擾我揸車。個婦人呢最終表示明白，條片呢亦都喺呢度完咗。喺公共交通上邊，大家同處喺一個空間，理應互相尊重。講電話本嚟呢就無可厚非嘅，但係如果聲量過大，干擾到其他人休息，或者影響司機安全駕駛，就屬於缺乏公德心嘅行為啦。而事實上呢，只要稍稍調低下啲音量啊，用耳機啊，甚至係暫時收線，就可以避免衝突，都係舉手之勞啫。以往流傳過唔少類似嘅影片，爭執往往呢就係源於態度嘅問題。一句話點樣講呢，往往會決定個事件個結局係點。好多時候呢，一句帶有理解同埋禮貌嘅提醒，比起激動責罵更加可以化解到矛盾。特別係喺公共場合啦，雙方只要保持冷靜同埋尊重，就可以避免大部分嘅衝突。社會上呢，另一方面亦都確實有一啲長者可能因為聽力較差而不自覺提高音量。如果大家能夠多一份體諒，少一分苛責，氣氛自然更加和諧啦。今次事件入邊，其實乘客已經好聲好氣去勸對方降低音量，原本呢係可以和平解決嘅。可惜呢個婦人呢唔單止唔領情，反而呢粗言相向，令到原本嘅小事一發不可收拾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，發出過多嘅噪音或者妨礙、阻撓司機或者分散佢嘅注意力，即屬違法。一經定罪，可被罰款3000蚊港紙同埋監禁6個月。邊個都唔想因為一通電話而惹上官非，與其事後後悔，不如早啲自覺守規，平心靜氣去解決問題啦。